中國解放軍於2025年12月29日起展開的正義使命負2025環島軍演涵蓋台灣海峽及台灣北部、西南、東南、東部海空域，並於30日進行實彈射擊，確實會為台灣、美國及其盟友提供相當多的軍事情報數據。為什麼會增加數據？監控與感測機會，台灣國防部已成立應變中心，包括雷達追蹤、電子機艦艇跟蹤等。這次演習規模大，出動陸海空火箭軍，多項抵近台灣，實彈射擊、通訊頻率、指揮鏈、部隊協調等實戰化數據。聯合突擊、封控港口等科目，無意中暴露真實作戰模式，裝備性能如導彈射擊、無人機運用、快速機動能力。台灣與美國可分析這些，更新對 PLA 的評估，例如封鎖能力。總體來說，這類軍演對中國是訓練與政治信號，有助強化防禦準備。台灣總統府與國防部均表示已事先全面掌握並執行備戰操演，正是利用此機會收集數據的證明。